歡迎大家收睇選舉新聞台。選舉管理委員會呢，而家就2008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臨時建議呢，就諮詢市民意見嘅。咁啊，諮詢期呢，就由7月5號呢去到8月3號嘅。咁大家呢，就喺諮詢期嗰度呢，就將你嘅意見呢，就寄過去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10樓選舉管理委員會秘書處收，或者係傳真到25111682，或者電郵到 eacenq@reo.gov.hk 嘅。咁如果咧你想口頭俾意見咧，俾選委會咧，就可以歡迎咧就參加7月26號咧喺晏晝2點半喺呢個選管會嗰度咧就會有呢個公開諮詢大會，咁歡迎各位去發表意見嘅。今次呢，立法會嘅地方選區呢，同上次一樣，總共呢係有30席，係分5個地方選區嘅。而每個地方選區呢，最少呢就要選4個，最多呢唔可以選多過8個嘅議員嘅。今次呢嘅地方選區嘅名稱係同上次立法會選舉係一樣嘅，包括分香港島、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同埋新界東嘅。而議席呢，香港島呢係選6席，新界西係選8席，而新界東係選7席嘅。今次呢嘅改變呢係改變喺九龍西係要選多咗1席，由4席呢增加到5席，而九龍東嘅議席呢就由5席呢減少1席呢去到4席嘅。九龍西呢而家就有4位立法會議員，包括有民協嘅馮檢基、民主派嘅劉千石、民建聯前主席嘅曾鈺成同埋民主黨嘅涂謹申。至於九龍東現有議員包括有民主黨嘅李華明、民建聯嘅陳鑑林、民主派嘅謝經翰、公民黨嘅梁家傑同埋民建聯嘅陳婉嫻嘅。咁上次嘅立法會選舉呢，咁九龍西係有接近100萬，咁99萬多嘅，而九龍東呢就有103萬多啲嘅。咁所以呢，九龍西呢只係得4席，九龍東呢只係得5席。咁但係睇翻呢，今次選管會今次分界呢，就係呢將九龍西呢嘅人口呢係估計呢喺2008年呢係要多4萬去103萬嘅，而九龍東嘅少2萬去到101萬嘅。咁雖然只係得2萬都唔夠嘅差別呢，但係呢九龍西就增加咗1席，九龍東呢就會減少翻1席嘅。咁睇翻呢上一次嘅選區分界諮詢呢，咁好多意見呢都認為呢應該呢就更嗰個議席呢係比九龍西嘅，咁因為前一屆呢只係得4席，而九龍東呢就有5席，因為兩個呢人口相差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所以九龍東同九龍西呢就應該有差唔多嘅議席嘅。咁但係根據翻選管會呢喺04年嗰份立法會地方選區分界報告裏邊呢，其中呢就寫到話呢，雖然話呢九龍西係最少嘅議席呢，咁但係呢由於人口嘅偏差呢，由於佢根據呢個數字計算呢，所以就唔超過呢或者唔少過呢法定嘅正減15% 之內嘅。而調整嘅人口呢，亦都曾經試過呢更改一啲方案嘅，咁但係呢，一係呢就多過5個，一係呢就超過或者少過1個人口嘅上限，所以呢，喺上次立法會選舉報告裏邊呢，就講到話呢選管會係唔可以呢俾九龍西呢有更多嘅議席嘅，亦都呢唔接受呢以呢未來人口增長為理由嘅申訴，因為只係計到2004年嘅6月30號啫。而今次呢，九龍東呢係會少1席，而九龍西呢就多1席，咁呢就相信呢會有更多人呢就去呢爭拗點解九龍東同九龍西人口亦都係相差唔遠，但係點解今次係九龍東會少咗1席，而九龍西呢又會多翻1席呢？相信呢一度亦都會一樣嘅爭拗嘅。咁大家就要記得喺8月3號之前呢，就向選管會呢提出你嘅意見，或者呢參加喺7月26號呢晏晝2點半嘅公開諮詢大會啦。今次選舉新聞台呢就去到呢一度，下一次再見大家，再會。